如果大家係想入手倫敦筍盤嘅，12月份、1月份最遲2月份一定要出手。大家好，我係 Kenneth。大家都知啦，出年嘅5月1號咧，英國房地產市場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改變，原因係 Renters' Right Bills 咧係將會正式生效嘅。咁喺呢段時間之前咧，最近我自己嘅工作上高咧，亦都接觸到唔少業主係希望趕喺呢個法案正式生效之前，盡快賣樓嘅。因為大家都知道啦，呢個法案咧其實係對於業主有少少唔友好啦，就偏向保護租客啦，變咗其實好多小業主都想係喺呢個法案生效之前咧，盡快將佢哋嘅物業賣出。咁喺呢段時間咧，我哋會見到咧，亦都有唔少嘅業主咧係會接受一個比較低嘅價錢嘅，咁導致到市場上咧都會有少少平盤嘅出現。如果你係一個長期嘅投資者，或者係一個用家，係咪都會買嘅話咧，我係非常之建議大家喺5月1號之前入手。而喺5月1號之前入手咧，你唔好以為係4月復活節假出嚟先至睇，原因係我哋喺二手成交嘅週期入邊咧，一般咧最少係需時2至3個月嘅。咁即係話咧，如果你喺出年嘅2月份之前唔能夠鎖定你自己心目中嘅單位嘅話咧，其實你能夠喺5月1號之前成交到咧，係非常之渺茫嘅機會㗎啦。咁對於業主嚟講咧，5月1號成交到咧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吸引力，因為佢哋可以完全避開咗新法案嘅生效，所以喺出年2月之前，或者係農曆新年之前，你哋能夠揾到心水嘅單位咧，就盡快出手同業主傾價啦。咁計埋呢個二手走法律程序嘅時間咧，能夠喺5月1號之前成交，對業主嚟講係一個非常非常大嘅吸引力，亦都係一個好好嘅議價嘅點嚟嘅。咁希望大家剩翻呢2個月咧，好好把握呢個時間，主動出擊，物色一啲心目中嘅理想嘅單位啦。揾我哋睇下能唔能夠幫你傾到一個靚價翻嚟，多謝。另外咧，大家都要留意啦，1月22號咧，我哋世嘉房地產咧係將會進行一個線上嘅講座，會總結下2025年英國樓市嘅事情啦，展望下我哋2026年究竟英國樓市會係點走呢？2026年究竟有啲乜嘢新盤係能夠吸引到市場嘅注意呢？有啲乜嘢新盤值得入手呢？我哋又帶到大家啲乜嘢優惠呢？如果有興趣嘅朋友，記得1月22號報名參加我哋嘅線上講座啦。